5日进前天气拢较湿，蠓虫是真济。古早人为了防蠓虫，就会烧香，甲蠓虫赶走。这款野草的文化，互即马咱有5日挂香的需求。即马有团体主心咧推广台湾野草文化，要上课互囡仔知影，让野草文化通代代流传。一草大家就可以依序哈，是小白花，就是寡草。 然后再来月桃，再来艾草，再来芙蓉。甲拍打的草掠细地食看卖，囡仔感觉真新奇，也有囡仔面结龟球。这是上互囡仔听的野草文化课程。5日就要到，传统民俗会伫门口挂香，也会用竹叶啊、龟头叶啊包肉粽。其实咱的文化参野草真有关系。蠓虫嘛就侪，所以。 古早人因就会用迄个想办法，互家己莫有破病。较早人拢会用迄个边仔的草药啊、草啊，来做药啊，来用安尼。啊，无就是摕去烧的吼，啊，就感觉讲，安尼厝内敢若较清气，啊，较无蠓虫安尼吼，较袂破病啦。这个野草课程就办伫台北市艋舺的市场古迹新富店文化市场。这栋古迹就点伫卖济实在的传统市场内底。 主办单位当年5日就会办这款在地文化的课程，希望唔但传播民俗知识，也甲在地市场结合。最重要的是，从节气里面去认识饮食文化，以及我们也透过这个文化，这个活动去跟市场摊商、跟在地的店家去做这样子的合作，然后一起把这样子的节庆文化带给小朋友。 注心研究台湾野草文化的树立中，当咧透过推广古早人使用野草的知识，互大众知影。希望咱通伫这寡知识当中徛好在，也发展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野草文化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